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位伫个桂林的幸福大楼，原本是7层楼的电梯公寓，总共有11户。不过因为0206的地动严重倾斜，经过3档的铁图重建，总算伫个今年7月顺利取得使用执照，并且伫个上午举行落成剪彩，包括市长黄伟哲。营建署长吴新修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善款监督委员、甲重建户拢共同出席，见证危险老建筑的公司合作第一栋大楼完工启用。当这时，赖议长咧做市长的时阵，为着即几个重建啊，伊确实做到了足侪重大的决定啦吼。即我想，打有即个咱当事人，啊个里长，啊个督察局吼。啊，个地政局大家知影迄个过程的艰苦吼，伊嘛要较边仔才会地挂出来，啊要确定到会当互重建吼，这过程就足无7、8个月吼，较无完成。啊，但是呢，今仔看到即个新的即个设计，啊，佮有新的即个工法做起来吼，我来特别感谢建筑师啦，今仔是真正带着诚心的祝福吼的心意吼，啊，专工来遮。很容易啊，好不容易吼，安尼到达度过这个时阵啊。刚刚大家对于赖前院长的这个部分，已经跟各位说明得很清楚。伊伫心心念念就是咱的这组合的权利甲大楼的重建，不管是伫咧维管还是伫咧遮，拢是。所以呢，我想今日真欢喜，幸福大楼重新这个重建落成。大家重新找回幸福，我们也希望说，感谢赖前院长，感谢李前市长，大家一起借帮的努力。虽然在我手里完成，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全部的功劳都要归功于2位前市长。咱直接感谢就是咱市府的团队，跟咱的市长，尤其是阮这个王东培的设计师伊愿意出面来跟到协助。我甲今仔日会当甲储存倒转来，阮是嘛是咱要让自己形容啊，我咧甲问讲过会晓讲的，就是讲足希望转来即个厝，足感谢伫遮市议团队大家的用心，谢谢。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前市长甲代理市长，伫个灾后重建时，主动媒合银行协助住户办理地理重建贷款，兴建期间贷款的利息由善款来支付，另外，佮提供租金的补贴、建筑物拆迁补助，减轻住户的重建负担。幸福大楼可以讲是围绕重建的第一栋完工。未来还佫有台地市场、加维冠大楼的重建，分别预计伫个民国109年、加110年来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长郭信良因为接到女外市民伫个中秋假期带外国朋友到台南孔庙来参访，结果发现周遭的环境垃圾，想袂到议长上午亲自到场，发现状况也是同款。因此，透过脸书直播批评市府的落实假无言，将民主拢写到外国去。一个台南市民住伫国外啦，带着伊国外的朋友来到台南市，尤其是有历史背景的文化园区也孔庙园区啦。结果一个看到了整个环境欠啊乱就对啦。伫因国外的朋友之下，规个面红讲歹势一个，了甲我反映。我讲较有可能，300几档历史的孔庙园区环境怎么可以糟呢？看一了，我惊一跳。这种环境有法度伫咱台南市的门面发生，而且伫南门路甲府前路交接口，莫讲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园区啦。但那环境做成安尼了，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啦，脸上无光。一个历史园区的地方，怎么可以放成这样的情况呢？那一个园区都这样的，那台南市的整个的景观市容怎么办？
难怪黄伟哲市长会在《天下》杂志是民进党执政的最后1名，全国第14名。那你要加把劲呢。确实，当记者实地去现场，因为树外的落叶一直拢无清，就连过路的市民拢感觉不可思议。当然，在管理上就很不妥善啊。对，那现场可以看到，确实是比较脏乱嘛。对，然后是应该赶快来做一下整顿。对，那毕竟这边是我们国际的景点嘛，对，也是台南知名的景点。然后相信国外的游客如果看到的话，可能会觉得很脏乱。那这样子确实应该不是对台南市会有加分的效果。因为该位置拄好是伫个南门路甲府前路口，而且内面阁有中义国小。当媒体询问校长刘明道嘛回应，该地点的清洁应该是属于孔庙文化局。虽然进前议员区里里嘛曾经反映，不过就是无看到市府有任何的动作。环保局讲是文化局来处理，形成校方、环保局甲文化局三不管的地带。不过最后文化局嘛回应，要等到孔庙文化基金出钱请人来处理。议长表示，伫个天狗咧蔓延的同时，市府应该加紧脚步，赶紧动起来，避免疫情来持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08新课纲伫今年8月正式实施。台南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长陈成辉17日邀集大台南各大家长团体，伫市府召开新课纲家长同行记者会，并伫现场播放一部教育部制作的新课纲教育影片，让家长甲学生会当了解新课纲的教育内容。教育部针对22个县市，从今年开始的新课纲，那么开始上路呢，台南市的准备度是备受肯定，是完全准备好的一个县市。那当然，我们学校有校长跟老师，那么之前的整个课纲架构的所谓校定课程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老师的教师专业社群，那么也这个非常多团队，那么做了成长。那么接下来今天呢，其实就希望我们的家长跟我们一起携手，那么一起呢，联合为我们的孩子呢，面对新课纲所谓素养导向的教学，能够做好各种准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面对快速变动的未来，新课纲的内容将成为培育后一代重要的关键。新课纲，我觉得其实不仅是我们政治人物要接地气，新的课纲是真的更接地气，可以让这个我们有更多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国民、下一代的市民需要具备的职能。面对新课纲的教育改革，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多次举办记者会，向大众说明新课纲的教学内涵，并编印专属台南的新课纲推广刊物。透过这努力，让大众了解台南的教育方向。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伫每一档教师节进前，拢会举办幼铎奖，表扬辛苦的幼教人员。因为每一位幼教老师拢是囡仔学习的启蒙老师，不管是为生活自理、学习探索、到人格养成，拢需要幼教老师热心热力的付出。所以希望借着举办幼铎奖，鼓励优秀的幼教老师。幼教老师其实很辛苦，他们每天呢要照顾幼儿的作息，然后呢他们也要教导他们一些生活自理的能力，然后教他们学习探索各方面，然后他们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养成、素养的养成其实都要花很多的心力。那在这中其实有很多点滴，是不是大家可以体会得到？那协会呢基于在于肯定鼓励我们幼师他们一个辛苦的一个付出，那我们也决定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扬，给他们一个掌声，让他们能够持续在这样子的一个幼教工作岗位上，能够持续下去照顾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也因为我们的小孩子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付出呢，能够呢也会洒另外一片天空。那这边我们再一次的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掌声，也给我们的幼教从业人员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今年总共有32位优良教师，甲7位幼教从业人员来得到表扬。
在幼铎奖方面，这是由着吴信珍以及傅新平两位老师来得奖。感谢各位的支持，这个幼教界能够在发光发热，这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奖分享给全国属于幼教老师，也属于各个层面的老师，希望他们都能够获得同样的肯定与支持。然后让我们这个教育能够更蓬勃朝气。很感谢就是陈前耀董事长、吴梅雀督导，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幼铎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的工作得做好。那我觉得在线上的老师都是很辛苦的，他们如果对这一份教育没有多一点付出的话，其实他们不会在这个领域就是这么的久。所以我觉得社会要多给幼教的老师多给一点鼓励。108年台南市幼铎奖21号将伫东东宴会厅举办，主办单位伫东港除了颁奖表扬，另外也有安排行红毯的活动，和得奖的老师亲像是参加星光大道同款，展现名青的风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帮助担起继续率户以及边缘户等弱势家庭的困难，由医管的乡亲所设立的新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发起了中信事务银行14号上午正式开幕。会中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天辉以及各界贵宾拢到场见证，同时进行揭牌加表扬仪式，场面热烈温馨。那今天非常感谢咱县嘅基金会，咱的担当署长，咱的执行长，以及在师兄师姐各位道亲，大家发心会当为咱社会尽上大的力量，一方面减少厨余，减少这个资源浪费；一方面帮助着社会需要帮助着人；第三方面，这嘛是确实的表现，互真侪食物袂因为这安尼就把它拖下去，所以我想再次感恩，再次感谢，也谢谢各位的莅临。我们希望把它成为是一个从政府机构跟我们社会力量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咱的环境，咱一直在推动的循环经济，我们的食物也要做循环经济，而且食物的循环经济更是重要。我们基金会创立在民国82年，是由一贯道亲集资协助成立的台南事务银行的设立，为要减轻独居长者、身心障碍、低收入等的弱势家庭的经济负担甲压力，借由着阮事务银行的机制。鼓励有时间也是退休的银发族的，搁再投入社会，担任志工。基金会表示，中信银行的服务对象需要领有社会局核发的低收入户资格，以户为单位，每个月得当申请300点的物资补助。基金会强调，其台未来会当继续推展，吸引更较侪善心的企业甲人士来响应，将爱心用伫上界需要的人身上。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
2档1届的台南街头艺术节将伫咧9月22号登场。主办单位今年规划国际竞技场、世界共享站、街头艺人平台、培训工作坊等4大活动单元，邀集国内外40组优质表演团队，再来包括马戏、杂技、集体舞蹈、默剧等多元的艺术演出，一连3天伫海岸路皇家举办。这次呢，我们邀请到非常多元而且非常有趣的这个街头艺人的团队来到台南来做演出。那有多多鸟，有这个河马，那也有移动的钢琴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小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难得一见的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这个街头艺术的表演团队。那我们也邀请了来自台湾各地呢非常优秀的，有非常多精彩而且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街头艺人来跟我们一起同欢。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不要错过今年非常非常精彩的街头艺术节。2019台南街头艺术节，所有的表演拢是免费参观。主办单位欢迎来到现场的观众，会当大方互这表演者鼓励，嘛希望民众伫表演结束的时阵，会当顺手炸走粪扫，维护城市表演环境的整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